一个上新的政治消息，要来关心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宣布无要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。不过，今嘛传讲，伊本来暗算的副手人选已经公开，原来就是前大东县县长黄建庭。今日郭台铭的幕僚蔡心如讲到，郭台铭伊风声拢无走漏，黄建庭是副手这款的讲法，是大家伫咧讲生笑尔尔。咱做伙来听伊上新的讲法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黄建庭担任副手这件事情哦，就像之前我跟大家讲的，就是副手在郭先生心中其实占了一个蛮重要的位置。那由于之前有一些人选经过媒体的披露，或者是说他想要找的人在媒体报道之后就见光死，所以大概是在2个多礼拜前呢，他已经有人选了。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说，他已经胸有定见。那他有人选的情况之下，他完全不跟幕僚说，他其实一直是在单线进行的状态下，那口风非常非常紧。那有一天我们就开玩笑的讲说，因为刚好那时候周友训委员跟黄建庭县长都在。那我们就说好啦，你都不讲的话，那我们就乱猜咯，是周友训还是黄建庭？那可能就旁边的人有人听到就以为说是黄建庭县长，所以这部分造成大家误会，真的也很不好意思。但由始至终到现在，他宣布已经不参与联署之后，我们都不晓得副手是谁，因为他都不愿意讲，因为他觉得说事情都已经结束了，那就这样吧。